爸爸。而家 Hello， 我叫 Jasmine， 我今年4歲。Hello， 我係 Jonathan，Jasmine 嘅爸爸。我覺得佢係有少少戀父嘅，係啦，好老實説。咁啊，佢2歲之前啦，每次我翻工啦，都會係喊晒口嗰種嚟嘅，攬住隻腳咧，我要賣仔嗰款嚟嘅。依家都冇喊噶啦，依家都成熟咗，因為加上佢自己都要翻學啦。我想俾佢即係獨立啲 touch 到多一啲大自然上嘅嘢，試多啲唔同嘅嘢。Always explore。哇！哇，好靚喎！哦，好少個小朋友係可以有水陸兩用嘅鞋咯。如果獎品我哋有幾多錢咧？有1000買 lollipop， 買心心，買公仔。唔會帶我哋飲茶啩？去我度嘅。好老實説，個女10歲之後再同你玩呢啲嘢，我諗個機會都少啲。我想喺佢仲黐我身嘅時候，我會同佢玩好多唔同嘅嘢咯。咁啊，雖然知道 Jasmine 可能係今次參賽者入邊唯一一個女仔啦，同埋最細個啦，不過我哋都有信心嘅。爸爸得。國馬小組決戰4月27日。